距离总统甲立委的大选剩无到50天，地方的选情嘛拉来拉激烈。台南市第二选区立委候选人郭国文甲陈坤和，最近因为论文疑似抄袭的案件闹甲愈来愈大。对陈坤和这个郭国文的论文抄袭以后，郭国文的竞选总部发言人，包括议员黄兆辉、蔡丽青、沈振东甲王宣茂4位议员，上午嘛联合召开记者会。这个陈坤和的论文有抄袭的疑虑，根本是做差画俩差。我们现在的这个论文呢，通常都会经过这个软体的比对了。我们将它的论文放到这个Turnitin 的这个软体里面做比对，那初步的结果呢，它有43%的是重复的哦。那我们但不会说就光用这个数据就直接指明说它抄袭了哦。那我们当然再详细看一下，说它其中有一个可能可能它有在这个远东科大有个期刊有投稿哦。那扣掉这个11%之后，其实还有剩下32%的这个重复率啦哦。那我们就不禁怀疑说，有这么高的重复率这个论文，那它到底它的引注的状况是怎么样？哦，所以呢，我们在初步的详细去看那这个后来发现它的论文里面有标准格式的引注啦那我看一下它的论文大概是采用所谓的文下注啦，就是一页下面有这个附注的上面有这个附注的方式。那其中呢带有比较标准的，就是有这个作者、有书名、有这个出版社，最重要是有页数的这样一个附注，只有3处。将近有3成我们保守一点讲，将近有3成以上的重复率，这个附注有页数的却只有3处而已，所以我们就不禁的怀疑说，这个到底它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原创的一个论文呢？我们也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大概他缺失什么他想隐藏什么，那他就来攻击对手有什么。比如说他的论文，其实刚才我们赵慧议员也已经讲过了，他也本身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甚至经不起考验的论文，结果他却去质疑一个反复检验都没有问题的郭国文立委的论文，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除了论文的抄袭风波，另外，在建设方面，4位议员嘛批评陈坤和，家己身为大板门地区的议员，提不出溪北的建设绩效，就批评对手讲溪北无建设。议员表示，就亲像回力表同款，伫咧批评别人进前，嘛相对的批评着家己。针对4位议员的批评，事后陈坤和嘛发表声明，针对论文案，会用直接向省大来检举。自然会负起法律的责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